中南部的寒人是较袂落雨，南投日月潭的水位已经降低超过5公尺。管理处是讲，为着游客的安全，若是水位阁继续降落，有可能把码头封起来。提醒有要去的游客，都要随时注意变动。水面流出一大片的绿光膜啊，象征水前的高只水蛤仔已经全部流出来。南投日月潭进入淡水期，游客把握机会翕相，也翻到水情。确实是蛮意外的，因为想说应该会有9只青蛙，可能是泥巴太多了。对啊，我觉得是该清淤一下了。会担心啊，对啊，就你没有水，他们就很自然就没有人来这边游玩啊，这样子。对。最近恶化日月潭就是启动水位下降第一阶段应变，短短1礼拜水位阁下降，甲我水位比起来已经下降超过5.48公尺，落差接近2000楼的悬度。疾管处表示，受到雨减少、甲农业灌溉用水影响，水位落下去的速度超过预期，持续恐吓落破743公尺警戒线，会启动第2阶段应变。预计脱离玄光码头1号浮排、伊达邵码头1、2号浮排及朝雾码头1号浮排等施工作业，届时将封闭玄光码头及伊达邵码头右侧引桥。疾管处强调，目前水位依然在台电协助调控的可控范围内，若阁继续下探，会扩大铺排拖地，怪码头甚至全面暂停使用，确保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